来看台东市有一个民众哦，伫10月暗时呛水去富江海域掠龙虾，人煞失踪，厝里人赶紧去报案。台东县的消防局甲海巡署哦，嘛派人去找人，也毋过目前阁还未找到。救救家属摕呛水失踪现有15人衫，伫台东市富江报案，大声叫伊名，希望因赶紧找到人。对啊，这应该是算较熟的所在。家属表示，10月暗时9点49分，现有15人载2支呛水气盘甲水中推进器到海内底掠龙虾。暗过早起5点左右，亲人无看到伊转去，去报案只发现伊的机车甲衫，就赶紧报警。12早起，台东县消防局甲海巡东部分署，抑过海上运动协会派10外个救援人员呛水敲吹。海面上海巡舰艇也伫附近海域展开搜救。安检人员接获通报之后，立刻抵达现场。那发现遗留的摩托车及其相关的一个工具，那唯独相关潜水的一个装备均未在现场。到即马，搜救人员伫报花马站甲4家水域，也是无看到现有的15人，会阁扩大搜救。公视新闻台东报道。